即时要来恭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约翰一书4章第7节到21节。约翰一书4章第7节到21节，我本伫咧348面，另外本伫咧266页。约翰一书4章第7节到21节，免着我来读。第7节，所听兄弟啊，咱着三听，因为听是对上帝来。既若听的是对上帝生，搁捌上帝；无听的毋捌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听。上帝找伊独生的囝入世间，互咱对伊来活。上帝的听对即个显明伫咱，毋是咱捌听上帝，是伊捌听咱。找伊的囝为着咱的罪做挽回的罪，听就是伫遮即个所听兄弟啊，上帝若听咱到安尼，就咱也着三听。将来袂有人看见上帝，咱若三听，就上帝踮伫咱，也咱的听完全伫伊的听完全伫咱。伊已经用伊的神赏赐咱。咱对安尼知咱踮伫伊，也伊踮伫咱。爸找伊的囝做世间的救主，咱捌看见，也做干净。既若认耶稣做上帝的囝的，就上帝踮伫伊，伊也踮伫上帝。上帝所有听咱的，咱也知也信。上帝就是听，个人踮伫听，就是踮伫上帝，上帝也踮伫伊。对安尼听正做完全伫咱，互咱伫审判的日会好胆，因为伊啥物款，咱伫世间也安尼。伫听内面无惊吓，独独照庄的听，赶出惊吓。因为惊吓就有刑罚，既若惊吓伫听，袂有照庄。咱有听，因为伊大声听咱。若有人讲我听上帝，也怨恨伊的兄弟，就是白贼的。因为无听所有看见的兄弟的，就袂听所未看见的上帝。听上帝的，也着听伊的兄弟，这是咱对伊所受的命令。以上，即时要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，所讲的题目是宣传听神第一讲，听的根源，听的根源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慈悲听当巴悲上帝，属你会当来敬拜你。但为5月份即个月份，我这个任命会操练。阮所要学习的是安怎把主你的命令迄个听会当活出来。阮已经进到第4个月、第4摆，就是要来学习要安怎有顺转的听神。主你的神甲阮三个做伙，其实阮有属灵智慧，阮会当明白。今仔日，阮也要甲主同坐倒，搁一摆来思想着主你的听，你的稳定伫阮每一项中间。求主你安静阮的心，互阮敬虔的心，上甲来领受，上甲来敬拜。安尼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大家平安。咱5月份是咱的任命操练，咱有一系列咧讲是讲着即个听。咱在伫咱的即个耶稣的大使命中间，还是伊的大改变，伫遐来讲，人咧问耶稣讲10条内底倒一条上介重要？主耶稣甲伊讲，你着来听上帝，甲听人，就是一字听啦，对啊。就是讲，即个听就是咱基督教信仰的即个重点伫。但是咱讲做伊基督徒是咱讲做伊的学生，咱要安怎甲即个听伫遐来显明出来，甲挖出来，讲非常的简单。但是常常嘛袂久长，嘛无真正会当家行到彻底。咱对于圣经中间，保罗所写的批信，伫即个书体提摩太前书的第1章第5节，伊遐甲咱讲安尼：，若是改变的宗旨是忍耐，即个忍耐是对于清气的心，甲无通责备的良心，甲无假的信生出来。我邀请咱大家做来读这段圣经在来。若是改变的宗旨是忍耐，即个忍耐是对清气的心，
甲无通责备的良心生出来。所以伫遮互咱看见，其实即个听是遐尼简单，干那讲咱就当做到。咱需要针对至少3个部分，伫遐来学习，伫遐来处理了的时阵，咱即个听才有办法伫迄所在生出来。所以咱对2011年的时阵，咱就开始来学习。后日2011年，咱来学习着讲，要安怎有即个清气的心一个。第二，2011年12年的时阵，来看见无通嫌、无通责备的良心，华语版讲无愧的良心。后壁这英文，互咱会当搁较熟悉伊原来这意思是啥 ？conscience 是讲咱的良心，咱的良知。不管你是歹人诶，什么人，伊拢有即个良心者，因是上帝创造咱人是依旧下伫咱的心中。但是咱有人是甲伊扭曲去，还是甲伊稳默起来，变做要趁家己的意思，在伫个所在看在，敢若伊无照着咱所想的来讲，所以咱常常讲，即个人无良心，就是讲伊无活出来上帝当初所创造迄个款式一个。去年咱来学习着讲，即个无假的即个信心一个 sincere faith， 要安怎会当活出来？但是今年咱就正告伫讲，顺全会听心。咱期待每年一个月，咱的心思伫遐来重建以后，咱都让心灵健康有顺全，真正有顺全听心的即个基督徒伫。但是已经经过3、4年，我看咱逐个人拢无啥会记得啊。我伫即所来简单甲大家复习一下。2011年，咱的清气的心思的时阵，咱只要对付4项代志。头前就是咱毋信，第二是咱有情欲，第三咱有即种见笑一个，第四咱的论断一个。毋信的时候，咱用迄个多马的故事咧甲人讲，伊讲伊无看见主的手的即个定痕，甲即个协的空时，伊毋相信讲主搁活。当伊见到主的时，伊毋敢搁去摸，伊只有跪着讲：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！迄个时阵，伊有心会当转变，因为主用伊的听，甲伊用爱心，而且可以为无信成做一个相信的人。第二，咱讲情欲的时阵，咱用大笔来做即个咧看片，伊伫遐来行奸淫，为着伊的奸淫要按摩伊的即个罪行的时，搁伫遐借刀伫遐来杀死伊的即个人伫咧。但是当先知拿单伫遐甲伊讲是，马上伫迄所在来悔改，所以伊的情欲的罪透过即个悔改来得到医治。第三，咱见笑，咱用的圣经故事是咧讲着撒玛利亚的即个妇人人，伊伫中昼时才出来醒水，中昼逐个拢咧休困，无爱真炎热的时阵，但是迄阵就是无人，所以才当去抢水。因为伊伫遐有5个丈夫过，现在即个更毋是伊的丈夫，所以无办法伫因个社会中间，互人看做是一个看做好的即个妇人人。但是经过甲耶稣的对话了时阵，耶稣用即个接纳伊，互即个妇人人敢倒转去，甲所有规城的人讲：恁来看迄个弥赛亚。伊的见笑不在搁伫迄个所在有啊，因为主耶稣接纳伊啊。论断的是故事，就讲到即个约瑟去互伊即个兄弟甲卖去的时，当伊有权会当来报复时，伊无要报复，伊用撩下的方式，伫即个所在，互即个兄弟搁一摆来和好起来。咱逐人伫即几项拢有即个欠缺一个，咱常常卖怀疑的，咱常常有即个情欲的牵绊伫咧。咱常常有做一款见笑的事，咱常常去论断着别人。那遮个拢互咱学习着安怎要来对抗，毋是就是用真理伫遐来对抗一个。即个情欲无是用忏悔伫遐来对抗一个，见笑是用接纳来对抗，然后论断是用要挟伫遐来对抗一个。这是头一年咱所学习的。第二年咱学习着讲无通嫌的即个良心。无通嫌的即个良心，无通责备的即个良心，咱讲到4项，就是伫遐要对付即个软正的良心，以及要建立真敏感的良心，甲得到即个清洁的良心，一个最后咱活出即个无通责备的良心。咱嘛用即个故事伫遐来讲，伊讲为什么有软弱的良心？因为原来咱对真理无了解。讲在就是有人，咱会使食
这别的神的这种这五项物件袂。咱知咱伫真理明白真理的时，伫真理的面，咱有真自由才伫咧。为什么咱会行东行西？因为咱对真理无真了解。所以你若对真理了解时，你就会当有一个永壮良心伫。第二，咧讲迄个敏感的良心的神，讲起有一个法利赛人伫遐祈祷大声讲伊无参像迄个抽象的，我是每礼拜外出几摆进食，我若真济即个送养人等等食的。但是迄个送养，迄个抽象的伫即个角的所在，头壳蕊蕊，遐讲我是罪人，求主赦免我。耶稣讲，即个人是迄个法利赛人，伊是即个对罪、对即个伊所行无好的代志，伊已经迟钝去啊。伊无敏感的心伫咧，所以咱来建立一个敏感的心，在咱拢是不足的，咱是有限的，所以咱倒转到伫主的面前，我告主，伊个所在行正确的路伫咧，清洁的良心，咱讲伊行谁的约翰，伊为什么会当出来呼吁讲天国近啊？咱就要悔改，规城人拢出来到约旦河底下来互伊洗礼，因为伊自细汉就伫旷野底下来生活，伊无受到即个社会污染伫咧。伊伫以后有清洁的良心，伊非常清楚伊的使命是啥物，伊的职务是要创啥物，所以伫迄所在大有气力来做遮个代志哩。无通责备的良心，也讲起即个十诫。伊见到主的时，主讲我今日一定要到伫你的厝，伊就伫遐讲，我要将我的财产一半来管出来。另外，所以我若亏待人一人爱赔4倍，咱若简单的算就知影，伊一定是破产。但是伊开始会当无会当真坦然来面对人啊！伊袂搁迄个所在来求伫遐人一直甲责备啊！伊会当活出来即个无通责备的即良心出来。这是咱看见伫2022年咱需要学习的。伫旧年时，咱来学习着无价的即个信心。有价的信心中间，那么4讲来讲哟。头一个，咱着爱明白因信称义。咱毋是因为咱行了外好，主要来稳定伫咱心上，是因为咱单单透过外好主，因为信，咱就要得到称义。伫亚伯拉罕的故事来看去，伊75岁就去用预言讲，伊的子孙要参像天顶的星，参像海边的沙遐尔啊多，但是到99岁的时阵，伊还无一个囝伫咧。若是你毋知安怎想。但是伊用称呼做信心的老爸，伊永远相信，伫迄个所在果然伊的子孙到目前参像天顶的星，参像海底的沙遐尔多伫咧。互咱来学习，咱要因为信心伫上帝的时阵，咱要得到称义。第二讲咱讲到即个巨人大汉人的信心的时，伫遐讲起即个加勒甲约书亚，等于。甲12个探子做伙派去用看的时，10个倒转来讲，啦，咱参像敢若对遐教会迄个大汉人，咱参像超美共款。所以咱讲起咱来除掉迄个超美信心，咱参像加勒甲约书亚讲，无，即个地是上帝所赏赐互咱的，一定咱会当得到咱的勇敢来了。咱看起大汉人的信心，咱要有无价的信心，就是要学习参像这样。咱是挖过上帝，毋是挖过咱目睭所看见。第三，咱讲到信心的证据中间，以别来说11章伫遐讲到足侪这信心的伟人伫，包括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、摩西、拉合，甚至即个基路拉合嘛，讲在内，遐事事拢都讲到，因伫遐所谓5万个因到死的人还无看见，但是因非常相信，因所相信即个上帝要成就这事体，互咱一个学习伫咧。最后伫遐咱讲到。咱来画出一个无价的即个信心，就是讲，咱的信心爱参像一开始参像迄个挂在纸足细咧，所有经济内底上细一个，但是伊大张起来时，会当有鸟仔跳伫顶头，所比所有菜水拢搁较大条。你为什么会当安尼？因为你若即个信心参像安尼，咱信着咱的上帝时阵，咱不管碰到倒挑战，碰到困难，碰到试探。咱犹原会当活出来，迄个有信心的即个性命伫咧。这是所咱学习到的。但像讲提摩太前书第1章所讲的，迄个命令的宗旨就是忍耐。
即个人来是要对清气的心，无通责备的良心，无假实，伫遐来生出来。那咱来生出来，你得听出来。这个听就是咱讲的叫做顺转的听心。咱要透过4个礼拜来学习，今仔日咱要讲到这个听的根源，要明白讲听的根源到底是为倒来的。咱有这种能力来三听无？第二讲，咱要讲这是一个命令，还是咱家己会当来选择买啊卖？彼此三听是一个你会当精选买啊卖无？第三，咱要讲听你的对敌，这是三听的准则甲程度，你要听到什么程度？是你欢喜的来听就好，无欢喜的莫听，还是安怎？最后，咱要讲起顺转的听心的表现是啥物？就是听人参像家己。所以咱今仔咱稍微来看见，咱读的圣经在中间是约翰所写的。约翰伊写起的新约中间，伊写的约翰福音，伊嘛写的约翰的回信，甚至到最后启示录嘛是伊写的。但是这个约翰伫四福音中间讲到约翰是讲，伊敢若雷公的囝雷子，但是伊的脾气非常的无好。有一摆伊含耶稣要经过一个乡下的时阵，迄个乡下拐互耶稣入去。伊甲耶稣讲：“咱为天顶叫天顶降火，甲伊烧掉吧。”哇，脾气遮尔啊歹，反讲伊的啊，甲要掉去安尼。但是到最后，咱看见伊写的这个回信中间，所显明出来拢是一个听。伊以后互人称作是听的速度。伊家己伫因为这约翰福音内底所讲是安怎？耶稣所听伊个门徒，伊毋是无写家己我，伊是讲耶稣所听迄个门徒。伫约翰福音甲即个约翰回信中间，一再伫迄个所在强调即个听着。伫约翰福音一书内底时，有600来称呼咱咧看即张背人讲亲爱的。伫即个约翰即个回信中间，约翰一书内底拢总出现50几摆的即个听。咱今日所看的圣经4章第70到21节，若阁延长到第5章第3节，拢总有出现34摆的即个听即个。所以咱要来学习讲，即个雷公的囝，伊是安怎变做即个会当针对是一个听的使徒。个人伊会当甲以前讲要降迄个小人，即马讲亲爱的，我相信伊对听有真深的即认知个。所以咱要来学习讲，听的使者。伊安怎来阐释即个听的即个真理呢？首先，伊知影讲即个真理甲毋是真理中间有真大即个差别个，所以伊遐来讲起上帝甲无上帝的差别是啥？咱是伫光明甲黑暗，甚至听甲昏中间，会种遮尔大的对比一个。上帝对约翰对上帝即个认捌是啥？伫今仔伫约翰一书第1章第5节一开始就讲，上帝是光。伫伊全无黑暗，上帝是光，伫伊全无黑暗。意思是讲，毋是伫黑暗，就是伫光；毋是伫上帝，就是伫无伫上帝的即个所在地。咱可能讲，咱会当想象着讲，咱无可能伫遐产生黑暗。啥物人讲伊会当产生黑暗？哇，这个足厉害了。其实黑暗是啥？是无光啦。你会使控制光，光有光啊，甲无光。有光的是咱着光明啊。当咱这光人拢无去，就是黑暗。你袂使互黑暗产生，你敢若因为你无光的即个关系着。所以无上帝就是啦，就是无光。上帝是光，伫伊全然无暗。所以咱要知影讲，咱甲上帝有即个关联。即圣经在甲咱讲，人若听伊的兄弟，伊是徛起伫光；独人若怨恨伊的兄弟，伊是踮伫暗，搁行伫暗。所以毋是咱喙家己讲啊，我是光啊，我伫上帝中间，我毋是伫黑暗。才甲人讲会当伫你行为来看，你有听你的兄弟无？还是你是怨恨你的兄弟？就知影讲你是伫光，还是伫暗的所在？甲上帝若无三个结连的时阵，咪当看待讲，人若听，即世间就必会听，无点伫伊。原来世间有真侪代志拢是二元的。毋是安尼，就是安尼。你佮袂当我伫中间，毋是光，毋是暗，啊无我是灰色。无，你若毋是安尼，就是安尼。人是即世间听世间，还是听别来分别出来。伫第约翰一书第3章的第10节，佮讲：既若无行义，佮无听兄弟的，毋是对上帝出。
伊伫要互咱对行为会当看在讲，你到底是伫暗光，还是伫光的中间？你到底是行伫白的中间，还是毋是伫白的内底，伫上帝内底？约翰一书第3章15节，搁伫遐讲，既然万有你兄弟的，就是害人的，伊的内面无永外。伫遐讲起该阮的伫遐讲起，圣经伫遐讲到该阮的是讲。伫约翰一书3章12节讲，无亲像该阮是对迄个歹的出来杀伊的小弟，什么缘故杀伊？因为伊所做是歹，伊的小弟所做是义。原来你伫遐怨恨你的兄弟，我无办法参照伊遐尼好，无我就甲杀死同款。咱看见是一个甲上帝无结连做伙人。若是安尼，咱行伫即光明的人，有上帝甲咱三个做伙时，咱到底爱安怎？也讲咱来彼此相听。约翰福音一书第3章16到18节，也讲，伊替咱献伊的性命，咱对即个捌忍耐，咱也应该替兄弟献性命。咱的相听，毋通用话用字，是着用行用诚实。伊所来讲，你若要相听时，毋是干我喙讲的就好。我爱行出来，我爱有即个行为伫咧。你爱为着伊来献即个性命，就咱参照主耶稣为着咱献共款。所以约翰伊对即个听伊的结论就是讲，伊的命令就是安尼，就是大家相听，照所互咱的命令。这是主耶稣伊互咱的命令，意思就是按咱彼此相听。咱看见伫即个约翰福音内底是有4摆伫遐讲到耶稣互咱的命令，拢是共款，就是爱彼此相听。伫培训中间，伊佫6摆伫遐讲到，嘛是讲咱着爱彼此相听。所以约翰伊要甲咱讲啊啥？当我求你，毋是亲像写新的命令互恁，是咱对起头所有的，就是大家着相听。伊甲咱讲，咱即相听，虽然我伫福音书内底讲，伫培训内底讲，哪参一新的，其实这是自早就已经互咱的，要甲咱搁一摆提醒啊定。为什么咱都要相听？听起是命令，咱就只有接受就好。但是伊嘛有这理由，互咱来看见讲啊啦，因为这是主的命令，对起初所伫迄个所听见的命令，咱看见伫约翰一书3章11到23节，拢伫遐来讲起。第二，咱看见讲，对将来毋捌有人看见上帝，咱若相听，就上帝踮伫咱，也伊会听完全伫咱。咱常讲，咱基督徒就是即个价值观就是应神应人。你要安怎来应神？你要安怎应邀上帝？对你看出来有听伫你内底，就是上帝踮伫咱。你就将踮伫咱内底即个上帝，互伊会得到应邀。所以为什么咱来相听？一方面是因为上帝的命令，主耶稣的命令；一方面因为咱要来应光上帝。听的根源到底是倒位来？听的根源，乃是咱会当伫遐来相听。你知影上帝即个听的根源了后，是你就知影讲我有即个能力，啊无即个能力。所以伫遐虽然一直甲咱讲，咱就爱相听，但是咱要来问讲，咱毋有能力伫迄个所在来彼此相听。而且互咱答案是讲，咱有即个能力会当彼此相听，因为听的根源是对上帝来。约翰一书第4章第7节到第8节讲，听是对上帝来，因为上帝是听。原来源头就是上帝，上帝是听，所以你若甲上帝结连做伙时，甲听结连做伙，你当然有能力会当来彼此来相听。这是因为源头是上帝，毋是伫咱，毋是讲哇，我有听心的，我会当靠我的意志力，靠我的即个努力，我要来听人，可能第一句会使，但是你会来真久的，还是当着对方甲你所做你袂当接受的，你永远会当听落去。你会当参与耶稣讲，这个人甲陷害、甲定死伫家，佮伫遐讲赦免因，因为因所做伊毋知。你通参与咱头仔伫会节读册，拄则个人讲，着迄个司提反讲，毋通将这罪归伫因，但是迄个当时互人用石头咧甲对。司提反已經知影伊会听，源頭就对上帝来。当你会听是为上帝来听时，你就毋是靠你家己啊，
你着有迄个气力会当伫耶稣来行出来。那呢，而且要安讲，咱一定有能力的，因为伫约翰一书第4章的19节底下讲，咱有听，因为伊大声听咱。因为主是大声听咱，所以咱有当有听着。第4章11个讲，毋是咱捌听上帝，是伊捌听咱。上帝若听咱到安尼，咱也着三听。而且非常清楚，伫遐咱讲着，上帝伊安怎？咱讲伊是听咱，你哪知影上帝听咱？咱来看讲，上帝安怎实现伊的听？安怎来先听咱？咱若知，咱就知影讲啊，安尼因为安尼，所以咱一定当听。原来咱知上帝已经找伊的独生囝伫世间，互咱对伊来话，上帝听，伫这所在就显明伫咱。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，约翰一书第4章的第10节，佮继续讲，是伊捌听咱，找伊的囝，为着咱的罪做挽回的罪，听就是在伫即个到伫第4章的14节，伫遐讲，彼找伊的囝，做世间的救主。阮捌看见，也做干净。毋是嘴讲讲来听，阮只会听做伊学生的人，阮要做干净，阮已经有领受着，阮嘛看见啊，阮嘛愿意伫迄个所在来报用。上帝对这代志，互咱看见讲，上帝真正是先听咱，咱会当听，因为咱知伊的源头就是上帝，上帝先听咱，阮挖过着伊，所以咱嘛应该会当听。你有能力无？有，你有能力会当听。会当伫迄个所在来彼此相听，侦查你有建立伫即个源头无？继续互咱看，互咱知佮证明讲，咱有即个能力伫咧。4章的第13节讲，伊已经用伊的神赏赐咱，也伊点伫咱。既然即个源头点伫咱，咱哪有可能无即个能力？毋然呢？到4章15节底下佮讲，既若是耶稣做上帝囝的。伊也点伫上帝，毋若上帝点伫咱，咱嘛点伫上帝，咱有能力会当彼此相听，当然是会。第4章的16节底下佮讲，上帝就是听，个人点伫听，就是点伫上帝。你若是点伫上帝时，你就是点伫听，你自然有即个能力会当彼此相听。毋然呢，伫第5章的第1节底下佮讲，佮既若听生伊的。也听对伊所生的，咱每一个人拢是对主迄个所在所生来的，所以当然咱就爱听隆重的。问题是咱有即个能力，咱毋知有真正去行出来无？所以咱虽然有能力会当彼此相听，但是咱爱注意，咱有真正无？咱是只有些真正即个听着。伫约翰一书第4章20节到21节提醒咱。也讲，若有人讲我听上帝，也怨恨伊的兄弟，就是白贼。伊无听所看见的兄弟，就袂听所未看见的上帝。听上帝也着听伊的兄弟，这是咱对伊所受的命令。毋是空嘴伫遐讲啊，我听上帝，哇，足敬虔的。我逐工拢读圣经，我拢灵修着，但是伫伊的行为中，看伊伫遐怨恨迄、怨恨迄个。甲人拢无一个真好的关系的，而且要安讲，伊讲伊听上的就是白贼。你袂当听迄个所看见的，你要哪会当听迄个看袂见的上帝？这互咱真大就提醒着。这段中咱拢咧甲咱讲，咱绝对有能力会当彼此相听，因为你若会当听到这个听源头，就是上帝。上帝是听，所以咱嘛会当听。但是你毋知真正行出来，有真侪甲咱讲的，你会当伫遐来查验一下。所以结论咱要来看讲，咱的世代现在是一个真欠过听，但是佫是一个泛滥伫世俗的听的时代。最近咱定咧讲起即个多元成家，赞成反对的，反对的当然讲这是圣经的教示啊。赞成的讲，你安尼你会反对的，恁就是无听。敢若甲即个听咧放大到所有的代志，你拢会当包容，这才叫做是真听。咱拢知影，这种听毋是真正的听，这种拿华语版叫做乱爱、泛滥的爱。这毋是无真理、无公义的听，伊毋是真正的听。
你若安尼讲时，咱若所有犯罪拢无要紧啊，因为上帝是听是未来啊。无上帝甲你明明伫迄所在甲你讲，啥物毋通，啥物毋通，啥物毋通。原来是要有公义的听才是。米迦书第6章第8节甲咱讲，啥物叫做好？你着行公义、好仁义、谦卑、甲做三当行的。所以你的迄个公义是有听做基础，你的听是有公义伫迄所在做限制的。所以咱看见咱即个世代是一个。甲即个听误解，啊！伫迄个照咱家己意思伫遐咧行迄种听，但是佫常常真侪袂当感觉讲咱无迄个真无迄个听的。头前即个听就是咧讲真正即个听的，所以这是一个啊呐，一个行诶无听，佫行呐，佫行诶即个，佫行足侪，佫有足侪听诶即个世界嘅，但是是无正确的。这是真需要互咱伫遐来担心。甲伫遐来注意的即个世代里面，咱若是会当踮伫上帝内底，踮伫即个听内底时阵，咱就会当听上帝甲听人。伫迄个时阵，咱伫约翰一书的4章17节看见我啦，对安尼听诚做完全伫咱，互咱伫审判的日会当好担，因为伊啥物款，咱伫世间也安尼。讲伊即个听，咱台湾可能讲有听甲爱，但当大家会当分出来伊即个差别伫咧。伫华语版内底讲一个爱尔，那英文内底是嘛讲一个 love 或者 charity， 敢若是淡薄仔有即个无共款的意思伫咧。但是伫希腊文内底是非常清楚，伊分做讲两个男女中间的听是啥物听，迄字无共款。到伫即个爸囝的听嘛无共款，朋友的听嘛无共款。上较重要是上帝对人的听嘛无共款，上帝对人的听，咱常常咧学习，伊叫做阿加贝。其他的听有菲勒哦，等等遮个。上帝彼得问耶稣，耶稣问彼得讲：你有听我无？迄阵讲就是讲阿加贝。彼得哪敢？彼得讲：主你知影？问2摆了后，问第3摆时，主甲伊的标准降落来讲：菲勒哦，你有听我？你有朋友中间种3条若有，你有其我意。你知影咱会乱做伫咧，但是咱要伊毋是即个废了的听，咱是要学习上帝听人迄种无私的听伫咧。因为即个无私听的时，咱若会当学习着因，咱会当过一个充满听，佮无惊吓的即个生活伫。4章18节底下讲，伫听的内面无惊吓，多多矫正的听，赶出惊吓。所以底下要甲咱讲，咱毋通惊。咱去听，因为上帝要收束咱有贵咱，伊也命令咱彼此都爱相听。咱只要宣告讲，主要帮助咱，提醒咱的听心，互咱过一个充满听，佮无惊吓的即个生活着。咱即个月中间，即个宣传的听心，这是今仔第一讲，要甲咱讲，咱先明白，为什么咱会当活出来宣传听？因为咱牵条即个源头，源头就是上帝，上帝就是听。咱会当听，因为上帝先听咱。当这真理拢明白时，你知影你去了伫倒位时，你自然就当彼此相听。嘛，咱伫即个月中间的学习，要诚侪咱逐人彼此的帮助。咱伫即个月中间，逐礼拜咱拢有一个小组，嘛伫小组中间，咱透过分享时，真正互咱会当体验，会当诚侪帮助。咱的灵命操练，才会当诚侪有意义。咱当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伫阮灵命操练中间，会当来学习，经过已经到第4次的时阵，就是阮要活出来迄个宣传的听心。求主你来帮助阮，阮人是遮尔软弱着。虽然我有真理，我拢真明白，但是我要行出来，却常常也是这限制伫咧。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存着谦卑的心，要来学习安怎伫这4礼拜中间的操练，会当互阮会当有即个宣传的听心，会当活出来。求主帮助，也求主带领，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。这时阵，阮要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告别阮的信仰。阮信上帝创造天地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，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，施行审判甲拯救。伊的囝对圣神投胎，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做人，做阮的兄弟。
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对伊的受苦，更是入地死过活，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，互咱甲上帝和好。伊的神就是圣神，踮伫咱中间，赏赐开力，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，直到主过来。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伊的救赎。这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，阮是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，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的使者，是普世的，搁顶本伫本地，认同所有的自民，方过听来诚做毋茫的记号，阮是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。为应光上帝，阮是上帝，互人有尊严、才能以及乡土来有分伫伊的创造，有责任甲伊三角管理世界。对安尼，人有社会、政治甲经济制度，也有文艺、科学，搁有追求真实的心。总是人有做误用这的温事，破坏人万美甲上帝有关系。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伐，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，并得伫基督诚做新创造的人，互世界诚做伊的国，充满公义、平安甲